大家好，我係蔡偉雄啊。咁就之前咧有同大家講過一個血月嘅天象啦，會點樣影響到我哋嘅人嘅決定啊，或者有啲咩天災人禍啊咁樣啦。咁今日咧就想講下咧一個土星嘅現象啦。咁其實咧土星咧去到呢個3月23號啦嘅時候咧，咁就佢嗰個軸啊嚇，本來咧土星咧個軸咧就係26度嘅，咁就地球個軸咧就喺23度，即係會變咗側側地咁樣。咁咧嗰個土星個環咧，咁就因為嗰個軸啊，土星個軸咧變咗少少啦，即係同地球個軸咧差唔多樣。咁所以咧由地球望過去嗰陣時候咧，嗰個環就好似有少少唔見咗咁樣嚇，佢唔係消失係啦，佢好似唔見咗咁樣啫。咁呢個現象啦，咁會有啲咩事發生啦？咁我就今日做咗少少嘅research 啦，嚇咁完全同奇門啦、錄音啊完全冇扯唔上關係㗎嚇，咁純粹係一個講解咁樣啫係。咁啦就大家頭先聽我講過啦，就係話個軸咧會變咗啦。咁其實咧扭歪咗3度係啦，即係同地球差唔多啦嚇，一樣23.44度咁樣啦嚇。咁會有啲咩變數咧嚇？咁就喺磁場上啦，就可能有機會啦，天氣咧就會有所更改啦嚇，咁影響到地球個天氣都有所更改咁樣啦嚇。咁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環啦嚇，就最主要係環睇唔到啫係啦。咁個環睇唔到咧，咁就喺呢一個即係西方嘅astrology 啦嚇。咁咧就其實每13至16年咧就會發生一次。咁就個環一唔見咗嘅時候咧，會有啲咩事發生啦？咁咧佢就話個界限啊嚇，個界限啊嚇，一個人嘅界限啦，同埋一個 boundaries 啦嚇，咁會有所好似冇咗咁樣啊嚇，咁咧就結構上面一啲嘢咧都好似冇咗咁樣啦嚇，咁boundaries 冇咗咧，咁其實可能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咁就可能話特朗普咧之前宣布即係想話加拿大係美國第51個省咁樣係啦。咁就呢啲都係好似一啲即係界限啊嚇，擴闊咗啊嚇，譬如好似本身加拿大同美國都有界限喺度咁樣啦嚇，都會有一條線喺度，咁呢個線就好似冇想話即係 propose 冇咗啦咁樣係嚇，咁但係因為咧個環咧唔係真係唔見咗啊，係隱形即係睇唔到啫嚇，並不代表真係冇咗咁樣嚇，咁所以突然間可能有機會會講一啲咁嘅説話出嚟啦嚇，咁喺人裏邊咧人生嘅限制上面啦嚇，有機會咧真係會突然間好似有啲人咧冇乜好似冇網管啊，冇乜限制啊嚇，想做乜就做乜啊，即係甚至可能喺公眾地方搞嘢都可能有機會即係話會發生啊咁樣嚇，並不代表話合法啦，係唔合法嘅嚇。咁咧就有啲權力嘅爭鬥上邊啊嚇，規矩上面啊，限制上面咧，突然間咧好似咧令到一個人咧會突然間諗下，咦我係咪真係要咁樣去 follow 一啲咁嘅規矩啦嚇？咁好似有少少不受控制、不限，即係唔受到控制咁樣啦嚇。咁同埋咧人可能有機會咧就喺呢段期間啊嚇，就會變得冇咁自律啊，或者咧對責任嗰個睇法咧變得睇輕咗好多咁樣啦嚇，會追求更加自由啊奔放嘅即係世界咁樣啦嚇。咁當然啦，咁亦都係呢個環咧睇唔到嘅段時間嘅時候咧，咁會大家亦都會可能咧人我講緊係啦，會諗下自己嗰個承諾啊嚇，咁我做出個承諾係咪一定要去keep 住呢個承諾啦嚇，或者呢個責任我係咪一定要去做，要唔要負上呢個責任咁樣啦嚇，咁可能有機會有人嘅責任感會突然間變得輕咗啊做咗個承諾，可能有機會唔算數啊咁樣啦，就或者就算應承咗你都好啦，就真係話冇啊，我做唔到，唔好意思咁樣嚇，咁拍下個囉又走咗去都得㗎嚇。咁又或者咧對自己嘅人生嗰個目標啦嚇，亦都有所嘅改變啦嚇。咁以前咧可能有啲規矩大家都要去follow 咁樣啦，咁但係咧當土星嘅環咧會好似隱形咗見唔到嘅時候咧，
咁大家咧就會諗下我係咪真係要咁硬框框要即係守規矩咧？係咪可以變化得更緊要啦？可能變通嘅程度更加高都未定啦嚇。咁呢樣嘢就係astrology 睇出嚟啦。咁土星嘅環咧，亦都可以咧講一啲即係譬如話因果報應咁樣啦，因果循環嘅嘢咁樣啦嚇。咁就當個環見唔到嘅時候咧，亦都有機會講話啲人咧睇因果報應嗰個影響度唔係睇得咁深啦，開始係即係我唔一定即係譬如話做咗啲唔好嘅嘢就一定要有啲唔好嘅報應咁樣，係即係可能話你傻啫嘛，你要走去守規矩咁樣係，咁可能有機會會係咁樣邊度咁嘅情況出現啦嚇。咁除咗呢啲咁嘅嘢之外啦嚇，咁其實咧就頭先我有講過啦，就其實土星嘅環咧就每13至16年裏邊咧就即係睇唔到一次嚇。咁跟住如果譬如話大家可以睇翻下，譬如30年前啦，即係我好隨意嘅就係用30點解唔用15啊？點解唔用點解要用30啊？點解唔用45啊？咁就我好隨意咁樣揾咗30年前發生過咩事咁樣啦嚇。咁30年前咧就係1995年啦嚇。咁1995年嘅時候咧1月1號咁有啲咩事發生過，或者我哋可以作出一個參考啦嚇，睇下呢個土星個環咧好似隱形咗咁樣，會有啲咩嘅後果啦嚇。咁30年前咧就1月1號嘅時候咧，世界貿易組織就成立咗啦嚇。咁1月17號嘅時候，1995年1月17號嚇。咁日本咧阪神咧就發生大地震喎。咁我諗所有好多人都話驚日本會地震咁樣。咦？咁30年會唔會有一次咧？又或者可能有機會會唔會係上次就1月，今次就可能係年尾咧？咁呢個大家要睇睇啦。咁喺呢個1月31號嘅時候咧，西北歐嘅時候咧就洪水泛濫嘅。跟住咧就2月3號嘅時候咧就美國個發現號升空啦。咁亦都可能今年亦都大家會睇到就係即係 Tesla 啦、Elon Musk 啦嗰個火箭啦就上咗去啦，咁可以落翻嚟咁樣啦咁就係一個即係新嘅創舉啦，我哋叫做英國咧就喺呢個咧2月27號巴林銀行就倒閉咗即係可能有銀行咧頂唔住咁亦都可能有機會今年有機會有啲細間啲嘅銀行有機會可能即係生意唔好或者係要結業咁有都咁嘅情況都未定咁3月2號咧就 Yahoo 咧個網站就成立咗啦咁3月20號咧就東京地鐵站咧裏邊嗰度咧係有個沙林嘅毒氣案應該可能講緊嗰個咩真主嗰啲啦咁喺4月19號咧就喺美國嘅Oklahoma 嗰度咧有個聯邦大樓咧就爆炸突然間咁有168個人死咗啦跟住咧就希拉克再度當選總統咧，就喺5月7號嘅時候，咁我諗大家都可能有機會可能聯想到今年咧特朗普咧就再度連任或者係突然間再當選咁樣啦咁喺5月14號嘅時候咧，就喺非洲咧就發現咧有呢個咧伊波拉病毒啦。咁喺5月17號嘅時候咧，波音嘅777咧就正式投入呢個營運啦咁跟住咧就喺5月22號喺呢個俄羅斯遠東地區咁就喺呢個北部咧就發生一個強烈嘅地震啦咁喺法國咧就宣布咧，亦都喺6月13號嘅時候啦，就再做一個核彈嘅試爆咁樣啦咁喺6月29號咧就韓國咧三豐百貨大樓嘅時候咧就倒塌咗啦咁7月25號啦喺巴黎嘅地鐵站咧亦都發生一個地鐵站裏邊咧發生爆炸案啦。咁喺8月19號嘅時候咧，美國咧克林頓總統咧就宣布咧同越南咧就建交啦咁喺10月16號嘅時候咧喺美國嘅城市裏邊其中一個城市啦咁我唔知邊個啦咁咧有8萬人上街咧大遊行喎，全部都係黑人嚟嘅。咁大家可能有機會即係唔一定係同一個地方啦咁就但係可能有相同嘅事件類似嘅事件會發生啦。咁大家可以作出一個參考啦咁跟住咧就呢個講翻土星嘅環啦咁其實咧佢唔會咧就
長期咁樣唔見咗嘅，睇唔到嘅，係佢只係3月至到11月嘅時候咧，就喺地球嗰度咧就睇唔到呢個環啫。咁11月打後咧，咁佢就會見翻個環啦，即係俗稱呢個土星咧嗰個軸度咧又會回復翻佢以前嘅即係斜度咁樣啦嚇。咁所以可能咧喺11月之後咧有好多事情咧就好歸於即係變翻以前咁一樣啦，可能有翻規矩啊，人嘅想法啦，亦都即係可能呢個即係因果循環報應嘅嘢，可能會睇得翻重少少啊咁樣啦。咁希望呢個少少嘅資訊咧，可以帶俾大家一啲即係知識啦，好嘛？好啊，多謝晒大家。